喂，愛文啊，喂，點啊？聽日4點至6點，我哋 TCM 史上第2個現場分享會正式舉行喎，喂，點史上化？即係史上應該係嘅，都係嘅，應該。係嘅。今次好似唔知我哋喎，我哋仲有咩啊仲要連同埋無攞同阿 Ken、嗯， Leon、Hobby、Jenny 一齊現場同大家大談講下模型嘅美好歲月喎。我好記得咧，禮拜一嗰條片你講過，你至少喺度砌模型車喎，仲有冇少少嘢可以透露俾觀眾朋友知？透露好啊，我透露俾大家聽，聽日嚟到就知㗎啦。咁啊，除咗我哋4個之外啦，咁啊仲有啲神秘嘉賓出現，而呢啲朋友咧，有好大部分咧，從來未喺我哋個 channel 度出現過添。當真 Yes，同埋我哋亦都會同現場觀眾互動環節，仲會搞埋啲有獎有趣嘅問答比賽喎。梗係啦，驚佢哋企唔耐啊，大佬。驚佢哋唔理啊！咁啊，除咗我哋4至6呢一個嘅活動之外啦，其實響1點半至3點半都有啲嘢睇下喎。冇錯啊！喺 M7嘅4樓咧，公共空間咧，有香港模型隊舉行嘅模型示範分享會喎。示範成2個鐘嘅喎。喂，2樓都有啲嘢搞下嘅喎。咩咧？就係繼續有呢個國際大賽得獎作品展啦。係，今日夠大家嚟咗 M7之後玩大半日嘅喎。睇完模型展，睇完分享會，再嚟睇我哋講下模型經。仲要攞埋獎品走，如果攞到嘅話，係啦，咁啊盡力攞咯。咁我哋就聽日同大家見咯。咁啊，期待大家聽日喺 M7見啦。好。衷心感謝大家超過1年嘅支持。希望可以課金支持我哋啦，等我哋可以行得更遠，製作更加多好嘅節目俾大家睇，多多支持。